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onut 11月水瓶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水瓶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水瓶座喺10月尾、11月頭嘅時候，可能同你對象嘅發展速度係好快，相處好開心，大家係互動好頻密，對方又主動，你都有回應，成個感覺就係好似有啲嘢開始咗咁樣。但係去到11月呢，你會覺得對方好似越嚟越在意你啊！你會覺得佢係中意你多過佢中意你，佢會想知道你究竟中唔中意佢啦，對佢感覺係點，甚至係會有啲佔有慾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會開始有啲壓力，覺得個節奏好似太快，對方有啲黐身，令到你會想冷靜下。咁所以去到月尾，你對佢嘅態度係明顯冷淡咗，你係突然間覺得好似冇咗火花咁樣啦。有啲水瓶座依家可能已經有一個一齊咗好耐嘅對象，咁可能因為現實嘅考量，例如係利益、責任，咁可能係財政啊，或者係家庭責任等等嘅原因，令到你會想繼續維持住同呢一個人嘅關係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又好矛盾，你咧又控制唔到自己對另一個人有興趣。咁呢個新對象係會俾到一個新鮮感你，一種吸引你想去探索嘅能量，你會好想了解呢個人，想去研究一下佢，但係唔代表你已經係動咗心啊！我見到你係好冷靜、好理性，你係會用思考去到觀察，而唔係用感情去到感受喎。咁即係話，你對呢一個新對象其實都仲係觀察嘅階段，唔係真正咁去投入。咁不過去到月尾呢，新對象可能會嘗試逼你做選擇，可能會想同你講清楚啊，或者係留意到你根本有另一半想你去到做決定。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唔會咁快俾到個答案，佢可能都係會拖延下，因為你都仲係想諗清楚自己係想點嘅。咁水瓶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